后来，咱台的幼囡仔要安怎困上安全呢？除了要有安全的婴仔床之外，小宝宝咧困的姿势嘛真注意哦。标准的姿势是困摊笑，也搁有这个红婴仔根本唔免困枕头。来看咱的报道。 囡仔倒伫红婴仔床的枕头顶悬，足侪家长会替囡仔准备专用的小枕头。除了传统的棉仔的材质，市面顶悬还佫有水枕头、菱角枕头，防止它那个驼背的部分。另外，佫有一撮枕头专门用来训练囡仔困摊起，或者是讲泡咧困，希望讲会当互头型更较水。但是有医师讲，红婴仔无应该用枕头。再有透气的材质，其实只要小朋友一转过来，一个压力压下去，其实大部分的小朋友还是没有办法呼吸的。伫枕头顶悬泡咧困，或者是困摊起，那有可能会去互翕掉咧。医师实际来测试一下，红婴仔龙骨含头还袂发育完全，就算是伫枕头顶悬困很很，嘛是有可能会缀着呼吸道，可能会袂喘气。咱来问医师安怎困上安全？睡觉的时候当然就是要维持平躺的姿势，然后特别注意一下，就是床面要特别的紧实，不可以有其他的东西，然后建议不要用枕头。如果若是要顾头型，医师是建议讲，红婴仔无困去的时阵，才互伊拍咧，安尼当减少规工拢倒咧的姿势。但是床珠仔的材质唔通伤软，无一个无注意，囡仔的面可能会去床珠仔翕咧，安尼就无法度喘气咯。